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0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创世纪32章第3节到21节，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恳求怜悯。西方的基督徒通常在为一个人祷告，或者是在公祷的时候，在认罪悔改的时候，都会说 God's mercy。 是的，当我们软弱、缺乏、失意、难过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恳求主的怜悯同在。刚刚呢，看到了政府公告的消息，因为受到山崩的影响，东部的燕子湖呢，形成了一个新的堰塞湖。这2天在台湾南边有一个编号27号的低气压形成，将很有可能为台湾的东部带来豪大雨。因此呢，政府就发出了通告，请下游的居民小心，并且可能要事先的疏散。其实当我们听到类似这样的这种人为无法去控制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主的怜悯创世纪32章第3节到21节记载了雅各跟拉班分手之后，他就开始朝着家乡的方向来迁移，但是这个方向呢，会让他遇到他之前可能在追杀他的哥哥。他的哥哥的态度如何，是他无法去预料或是控制的。因此雅各就安排了许多的礼物在前面先行，然后他的妻儿也在他的前面来先跟他的哥哥呢碰面。他希望这样的作为能够得到他的哥哥怜悯的心来接纳他。在经文里面这样的记载这一段的故事，雅各派他的使者们先往以东地区见他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转告以扫，我们的主人就是你的仆人雅各，吩咐我们向我主以扫说，我跟拉班住了一段时间，延迟到现在才回来。我拥有牛、驴、绵羊、山羊和仆人。现在我先派人来报告我主，希望得到我主的欢心。使者们回来向雅各报告，我们遇见你的哥哥以扫，他已经出发，带了400人要来跟你相会。雅各又惊慌又焦虑，他把随行的人分成2队，把绵羊、山羊、牛、骆驼分成2队。他想，要是以扫袭击第1队，另外1队或者有机会逃脱。雅各就祷告说，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亲以撒的上帝求你垂听。上主你曾经吩咐我回故乡，到我家族那里去，并且说要我事事顺利。我不配领受你向仆人显示的一切仁慈和信实。从前我手里只带着一根杖渡过了约旦河，现在我却带了这2队人回来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我怕他来攻击我们，连妻子儿女都要杀灭。求你记住你的诺言，你应许我事事顺利，要赐给我多子多孙，像海滩的沙粒，多到没有人能够数算。雅各在那里过了1夜，他从他的牲畜当中挑选了一部分作为送给他哥哥以扫的礼物，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哺乳的母骆驼30头，各带小骆驼，
母牛40头，公牛10头，母驴20匹，公驴10匹。他把这一些牲畜一群一群的分开，每一群派一个仆人管理。他吩咐他们说：你们先走，群与群当中要留有一段的距离。他只是领先的那一个仆人说：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，若问你的主人是谁，你往哪里去，你前面的这些牲畜是谁的，你就回答：这些都是你的仆人雅各的。他要送给他的主人以扫做礼物，他本人就在我们的后头。他同样的指示第2批、第3批以及所有赶牲畜的人，你们遇到以扫的时候都要这样回答，一定要说你的仆人雅各就在后头。雅各心里想，我用这一些礼物赢得他的欢心，见面的时候他也许会饶恕我。于是他押送礼物的先走，他自己留在营中过夜。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经常施行医治、赶鬼，而且神迹。他所遇到的人都是因为束手无策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与恩典。马可福音第4章46节到52节记载了那一位称为巴底买的盲眼乞丐。他听到了拿撒勒人耶稣即将要经过那里，他就大声疾呼说：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怜悯我。圣经这样记载，他们来到耶利哥，当耶稣与他的门徒们和一大群人离开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盲人底买的儿子巴底买，他坐在路旁讨饭。他一听说拿撒勒人耶稣，就喊着说：大卫之子啊，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许多人责备他，叫他不要作声，可是他更大声的呼喊：大卫之子啊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着叫他过来，他就对盲人说：你放心起来，他叫你呢。盲人马上扔掉外衣，跳起来走到耶稣的跟前。耶稣问他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盲人就回答：老师，我要能够看见。耶稣说：去吧，你的信心治好了你。盲人立刻就能看见，就跟随耶稣走了。我们都需要主的怜悯，因为当我们凭着信心求得这个恩典之后呢，主就要应许我们：你的信救了你。诗篇121篇，我举目观望群山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我的帮助是从上主而来。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不会让你跌倒，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。看啊，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上主要保护你，他在你的身边庇佑你。白天太阳不伤你，黑夜月亮也不害你。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的灾难，他要保守你的生命，你进你出，上主都保护你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感谢主，你赐下怜悯的恩典，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向你大声呼求。求主你赐你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蒙恩得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